分享我家好看又实用的家具，对于小户型来说爱了爱了。第一是这个洞洞板穿衣镜，推拉设计的可以隐藏镜子，还配有这种木棍和木板，可以自己 DIY 摆放的位置。不错不错。第二是这个换鞋的，里面是可以储物的，收纳朋友来时穿的拖鞋。第三推荐的是我家的餐桌，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没想到桌腿居然可以储物，这个设计真的是和尚到家了妙啊。第四是我家的入户门，这种也叫门中门，可以调节打开的角度和大小，通风不好的小户型很需要。第五是这种小推车，我放在厨房当备菜车来用，平时买菜回来放这里很方便，家里打火锅时也能当小餐车用。第六是这个小猪茶几，真的很爱买这种带有储物功能的家具，而且移动方便不占地方，客厅没有大茶几真的显大很多。听劝了，小户型就买带有储物功能的家具。